世界萬行台攏佇咱台灣新眼界，觀眾朋友大家暗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吳平真。今仔日咱看到一場三聲無奈的宣判，凱凱案互苦毒是真冤枉，年母二審無期徒刑上訴中，社工過失致死判2冬，敢袂傷兩公。重點是此後唔通閣發生類似的種種。今仔日專家學者鬥陣來討論。首先介紹現場的來賓，頭一位民間司改會執行長，嘛是律師李明如。觀眾朋友大家好。那麼第二位，台北市社工職業工會副理事長沈秀山。大家好。那麼第三位是台大病醫兒少保護醫療中心主任，嘛是凱凱案的鑑定證人盧醫師。大家好。那麼第四位在線頂是海象培力中大聯盟總調，嘛是社工徐妮妮小姐。大家好。那麼首先，咱來關心這一歲囡仔凱凱和年母偷這苦毒死這個案件，負責這個案件的社工，互人依照着過失致死甲偽造文書兩大罪嫌來起訴。今仔日法院宣判，認定這位姓陳的社工謊詐失職，造成救援慢一步，所以甲伊依照着過失致死罪判2冬，啊那偽造文書的部分無罪。凱凱案不能纏，凱凱案不能纏。民眾佇咧法院外口，我規定法官愛重判。到場的凱凱證書足關心兒福聯盟姓陳的社工一審判決的結果。這個社工去用指控講失職，經過法院當官審理，一審以過失致死罪判2冬，也那偽造文書的部分是判無罪。不要以為這個2年就可以消退我們的意志，我絕對會把凱凱討公道到底的。因為凱凱案，我們社會大眾都已經得了 PTSD 創傷症候群，今天的判決就加深了我們的憂鬱症。我認為不管判幾年，對我們來講都是輕判。現場若有民意團體黑演，排隊聽審判的人是白家樂堂，嘛有演藝界藝人、餐飲集團的創辦人等等。這回姓陳的社工一審去用判有罪，關鍵的理由就是合議中認為，面對一歲查甫囡仔凱凱，在咧照顧之前甲照顧以後是袂輸2個人同款。姓陳的社工說是放棄專業立場，聽年母喊告提出激進的言論，互救援的機會消失去，認為伊消極無要處理的態度，還閣有無甲保證人地位的義務做好，甲凱凱死亡有因果關係。然後對這個兒童的死亡呢，他有應注意、能注意、未注意的過失，並呢，我們認為被告的過失行為跟兒童的死亡之間呢，具有相當的因果關係。考量他犯後的犯行，所以呢，跟一切情狀，我們判處有期徒刑2年。至少過失致死罪的部分是家屬比較關心的部分，那我想這部分法院也給了一個合理、符合家屬期待的判決。姓陳的社工除了去用判2冬以外，兒福聯盟嘛敢若用文字來回應，對一審的判決是感覺真沉重，感覺社會安全網脆糊糊，最後是社工個人承擔全部的責任。不過，在咧代志發生了後，就閣在風險的評估判斷，甲囡仔形態辨識已經做全面的檢視。記者綜合報道。今日咱唔是像講要來去法院頭前吼，要來抗議，咱是要好好來討論。而且是希望這個經過這個討論了後，以後唔能夠發生類似的代志。不過有真濟人看到這個判決吼，咱先來看這個判決啦。內面講到保證人地位啦，吼，所以咱要請律師來解說一下，什麼叫做保證人地位？我用真直覺的這個方式來問律師就對，就是講這個保證人地位，就是講。伊代表着兒童福利聯盟去簽這個名，伊就是責任攏是伊兒童福利聯盟無責任，還是講因為這個法律頂頭都無千外條、萬幾條，都無一條會當來這個刑法也好，
公訴也好，這個兒童福利聯盟這個法人代表人完全無法度，還是講實際上無伊個代志。朱麒麟這個理解吼，是較無專門全面吶。嘿嘿，就是我們從法院判決裡頭交代保證人地位的這個論述，可以知道說，因為我們的刑法它規定說，如果你要構成不作為的過失致死的話，那你必須要是一個很特殊的保證人地位，必須先構成。然後也必須要符合有過失，然後這個過失的認定，你有應注意未注意，而且跟這個死亡的結果有因果關係。它其實是一個很多要件必須符合，才同時會構成過失致死。那保證人地位呢？它在這一次我們看到新聞的這個新聞稿裡面，它所提到的2種路徑去建構這個保證人地位。法院第一個是用了危險源控制的地位，這是一種監督者保證，就是說這個社工跟保姆之間有一種監督上下監督的關係，所以它具有這個監督，這個保姆是一個危險源，那他有這個保證要去監督他，這個是第一條路徑。第二條路徑是法院用這個自願承擔保護義務這種保護人的這種保證來建構這個保證人地位。那不管是保護性的還是監督性的，其實都是在我們司法實務上面第一次遇到社工被放在這個保證人地位下討論，所以才會有這麼多社工界的朋友很關心，說會不會影響到社工接下來在他們的。你自己的法律意見，應不應該放在這個保證人的地位？哦，溫金馬是第一次看這個討論，然後我們上禮拜其實也有在很多學術論壇上面了解到說，其實比如說以德國的案例來說，把社工我就是調工用這個方式來跟你問講，因為一般社會大眾的理解就是講，是安怎樣呢？很反彈，因為比如說以現在法院新聞稿裡頭提到危險源控制好了，他其實提到的是說，因為兒盟是一個特殊職務法人機構，所以就是他的下面的受雇的這個社工，他是作為他的手足去執行這個特殊的職務，那所以具有這個危險監督員的責任。那這個其實是一個把這個組織的責任也確實放到一個個人身上的一種論述的邏輯，跟我們過去在理解那個危險源監督也確實不太一樣哦。所以你要說個人的法律意見的話，其實像民間司改會，我們是冤案救援的團體，我們基本上其實對還沒有確定的案件是不會有太多的評論啦。但是說如果要做學術上面意見的這個對照的話，必須說像很多老師就會覺得危險源是在講那個我是一個飼主，然後我要去照顧好我的小狗，我的狗會去咬人，四處去侵害他人的權益，或者我是一個工地的主任，那有一個怪手在那邊挖，那我必須要去控制好這些我的危險的設備。這個跟現在我們看到的保姆跟社工的關係沒啥同，所以也是一個很特別的一個狀況。所以這個是確實對社工界來說，也許等一下社工可以多提一點，對他們會有什麼影響？對，那我只能說就法律上來說，真特殊。就是過去沒有看到是用這樣的方式來詮釋保姆跟社工的關係，那更何況是第二個那個自願承擔保護義務的保證人地位，主觀，伊就是做一個頭路，伊假借頭路嘛，假借頭路，就是。我先跟觀眾朋友講，我今晚不是在替這個。下崗的推殺咯。法院用的論理上是這兩個路徑嘛？那我只是說，確實這個是我們過去沒有見到用這樣子來論述保證人地位的社工。開天頭一站哦。社工過去的這個案例裡頭是判決裡頭是沒有的。啊，那依照的判的論述的，比如講下崗咁有這責任，還是講無應該是機構愛去用糾正？沒有，就是我們就是看到第一件這樣子討論社工的這個保證人地位，對。哦，因為這個社會實在太注目啊，吼。啊，咱先來問咱下崗界，因為我今麥收到一個吼，我頭下問這個後山吼，我講中華民國社會工作師工會全國聯合會完整聲明，這不是恁的組織，這不是阮的組織，我是工會，啊。伊這也是講保證人地位法院認定是陳某某，非指在基層恪盡職守之社工群體，意思是講，迄是因，不是三人啦。係啊。哦，迄是伊哦，不是阮哦，阮啊那個是真守規矩，阮做了真好。
你的意見，咱先莫講這個。就他做這個保證人，恁的看法是什麼？我就反對的啦，吼，一個咯，就是講吼，他剛剛有說是特殊的安置機構吼，但是吼，我們社工認為的安置吼是有兩種，一種吼是國家吼法官吼他去判定說吼，因為他有保護吼緊急的時候吼，所以要安置這個小孩。啊，第二個是說他哦有一些家長可能無法承擔負擔這個小孩的照顧。或一些義務的時候，他去申請讓國家去照顧這樣的孩子，這個叫申請安置。這個要安置，這要申請安置但是呢，這個案子呢，其實都沒有這樣。這個案子呢，是社工去找保姆合作，這個監護人還在外婆的身上，他不是已經轉給國家了，所以我們就認為這個就是法院過度解讀安置這個意思，這個是第一個。第二個呢是在這裡面呢，我們很常社工都會有分工，或者是很常就會說，我們彼此做一些事情好不好？例如像這次樹英社工說，他有跟陳社工分擔說，樹英的社工去服務外婆，那陳社工去服務劉姓孩童這樣子，對，這樣子就構成了一個自願承擔的義務。那我以後就公申求。每次打電話來講，無，我以後就不愛去看囡仔吼，以後你去看就好啊吼，我不愛去看，這個就有點像是防衛性的說，以後都是你的責任，只要不要有我的責任就好，反而變相的處罰服務的對象。這個意思就是說，社工如果做越多他承擔的義務會越多。那以後就會有防衛性的，就會說，那我不要做這麼多，就是這個給呂醫師去做就好了，這樣子如果這就分道友跟並道啦。呀，老安呢，我又不是主責社工，是你的工課你自己去做，這樣子的分工就會變得很防衛性，所以我們就會認為說，這樣很可能就會傷害到服務工作者。這個判例會遞出整個社工的環境，跟這分工會變做一個大題。但是我要提起，就是講社工有沒有保證人地位這件事，因為我們台灣的實務界對於保證人地位的認定，定義較寬鬆啦，它法律精神上有這個保證人地位，也有可能構成。但是構成其實還是不是完全要有罪的意思，不是說一旦我有保證人地位，我就一定會有過失致死，中間還要去看說他對過失的這個因果關係啊，還有這些注意義務的認定是什麼。那在新聞稿裡頭，我們目前可以看到說，法院在摘要的部分其實是還不是全文啦，還是要等全部的判決出來才會知道說這部分。就是雖然法院按怎的認定的，愛擱看。好，這我先留一下吼，但是我第二個問題要問侯山吼。他拄仔還未上節目的時候，我就問講，迄相片如果若互你看，你無佇現場啊，互你看，吼，因為咱頭仔講這個陳某某這個社工啊，伊去翕轉來，伊轉來了後，伊摕互伊個督察啦，講督察兩個討論講。這應該無問題吧？如果若互你看，你敢看有？我嘛感覺看無，這對我來講我冇受過這樣的訓練我就是看無，以為保姆說什麼我可能也會相信。而且經過這代誌了後，我以後攏講，我看無，我直接摕互呂醫師看。我攏互呂醫師看了好啊，攏較緊去問伊安尼。呂醫師，你唔就趕緊去飼一隻靈蟹來做 AI，才有通判斷呢。AI 嘛不一定會準呢，不一定會準。迄嘛有呂醫師，伊只頂頭寫我用這個方式來問你吼，伊講叫這個姓劉的這個尼姆縮白起來，目睭甲一直甲封起來，長時間互伊規身軀燙光光發驚，互伊食迄個噴，而且甲拍就免講啊啦像這種物件，咱如果若是去看到一個囡仔有這種伊可能會出現咗什麼狀況、什麼症狀，咱會當判斷講這可能有徛這種縮褲徛規身軀燙光光，看到人會驚，
敢有啥物通我判斷呢？這就挑戰，我感覺就困難嘞，很難哈。即馬是安尼吼，那是你有看到伊迄個相片吼，那他被綁起來啦，他被遮起來，那個綁起來以後，然後再回去看傷勢的時候，我們才說哦，我才會連在一起，我才會知道那是什麼東西。這樣，所以老實講，如果我沒有那個看護的那些照片，沒有那些影片，你如果只給我看他的傷勢，我也講不出來他是怎麼受傷的。那當然，他提了一個什麼哪裡受傷，公園玩受傷啊這些，那這個東西就是要去做判斷，這個思考可能性如何，怎麼樣去證實。然後最後，因為我們有看到傷口好像到後面的照片就不見了啦，就額頭的那個哦，但是還有別的哦。那最後的傷勢，那個我們最後在解剖的最後那段時間的傷勢，那個是最後的那一段。那通常傷可能會留1個月，所以我們不知道那個傷是多長的時間。可是大部分我們的證據很多都是在最後在做解剖的時候才看到這些傷勢，然後我們再回去去配合那個照片，再配合那時候的幾個淤青的照片，我說哦，原來那個是這樣造成的。所以老實講，凱很不幸遇到這樣的狀況，然後我也學習很多，有些傷勢我以前從來沒有看過。譬如講什麼？所以就剛剛講，像額頭那個傷啊，那個額頭傷我們常常講，那是不是用打的什麼？它就不是，它是綁了以後有一些約束的那個東西，這樣子對。然後就是因為捆得很緊嘛，所以就是有一個傷在那邊這樣。所以這些東西其實包括它的捆綁，很多東西沒有傷哦，他把它好像塞到小水桶還是什麼，那個都沒有傷。啊，規身人啊，甲拗起來，迄嘛無安怎。我這有影拍心形呢。所以即馬都是講不一定。規個所有的虐待哈不一定都有傷，所以這個很困難。所以你剛剛講說那個表情很愁苦哈，那是我作證的時候我會講的啦，很多人都有看到那一段這樣子。那個我們是看到後面的影片我們才知道這樣。但是那個只能說他那時候心情不美麗不開心，但是安尼都是講虐待，這還有距離。所以即馬都是講吼，是偌濟會使確定是講是。虐待這個東西是要經過判斷跟思考的，所以如果你腦袋裡沒有想到，不想安尼，而且我愛去搏鬥啊，一起弄丟啊，因為好像保姆講了很多理由啦，雖然後來都知道是騙人的啦，但是就上當了。對，我就覺得好像詐騙集團，他就講的這樣哦，就講的非常非常的這個好像很容易理解。那當然我不知道。這個實際上到底陳社工看到多少或什麼，我不曉得，因為這個是法院他們做的判斷啦。有意思，但是我不知道。如果那是日後有類似的情形啊，譬如講因社工甲一些督察頂頭的頂司，因都看了相片，因可能啊即擺唔敢判斷，摕來互你看的時陣，我唔能講你就醫生，你就一定看有哦吼，但是咱起碼會當做啥物代誌。互這個物件會當有更較濟時間互更較濟人去注目這個去用寄託的這個囡仔。即馬是安尼啦，阮的台大有個兒少保護醫療中心，阮即馬有一個官方的 LINE 是特別給所有社工、兒保社工的所以24小時他們就會傳照片給我們看，然後說這個是這個虐待嗎？剛有拍是安怎還是？即馬有人安尼。會傳相片，對，即馬有啊，有幾啊年啦，兩三年這樣子。對，但是這些東西大部分都是兒保社工跟家訪中心那邊的，他們處理很多的傷勢，他看不懂的時候給我們看。但是我們一直在強調的事情是，虐待不一定有傷勢，有傷勢是不是一定要虐待，也要經過判斷。所以有的很清楚哦，規條然後那個我就清楚誒，對，一定是互人拍，哦，一定是。或迄棍啊，什麼啊，給人拍呢？但是有的是唔知影，有一些哦，這跋倒是有可能，因為阮攏無看到迄經過是安怎，所以你若有看到，有知影，安尼去對，安知影，所以阮是驚講你有安怎就是爬樓梯哦，安尼規個下落來，迄款的傷是安怎，迄就無共款，所以即馬就愛。人愛講伊安怎受傷誒，安尼阮去對，
安尼無阮就講哦，迄圆啊，一個圓的物件安尼扣掉安尼。我本來是幻想講，路易斯會當看到這相片哦，哦，這1分，無一定，哦，這2分，啊加起來哦，這加起來啊1.5分，啊這無代誌，刷一個，哦這3分，哦這唔對，安尼無法度安尼。這無一定安尼，所以基本上有的傷是就確定的，哦，這一定是虐待哈，啊有的無一定哦，因為囡仔難免會扣掉啊，什麼啊，跋倒啊，可能迄攏有可能烏青，啊，迄個烏青敢是真正是拍的，還是跋倒的，啊，阮都愛去比對，所以基本上就困難就是假設真的只有那個額頭的淤青的話，再也沒有淤青，他就沒有看過的話，那就很難判斷，因為我們就會說，這個傷很奇怪哦，這就奇怪，你要特別注意，我看還有新的還是別的傷安尼，就愛安尼看，但是。迄都不一定，哦，那基本上是安尼，伊愈來愈散，這款代志嘛是就困難的吼。啊，這都愛你上好是燙衫啦，阮醫師會使看，規個檢查安尼就看有，安尼哦，規個瘦得像排骨，安尼就看有這樣。因為即馬吼，伊去測量迄個體重，吼，體重安尼測幾個擺是攏差不多。因為阮的猜，阮的有吼是，看。那個快死掉的那時候的體重大概都是假的，就是你體重多少就自己報個體重這樣子，所以不是真的稱的。所以我們其實最後不知道凱開的體重最後是多少，我們不知道。網絡上流傳很多有的沒有，那個根本都不是真的這樣子哦，那個都是很多亂推的那個數字這樣子，其實根本沒有數據，因為沒有量。那你死後再量是不準的，量都根本不夠。對啊，是啊，就不知道。所以這都重要，但是這個。很抱歉，我們剛開始在跟社工合作的時候，我們每次問體重都是沒有答案這樣子。他說那個是健康檢查做的事這樣子吼。那我們現在會跟很多兒保社工合作，我們合作的時候就會問身高體重，就會問他這個，然後問他所有的檢查，有的如果社工看不出來，那有的就要帶來醫院做檢查。啊，因咧做社工就要讓扎一支槍，去紅旗的時候呢扎一支槍，這都有困難。哦，這就是這項有困難嘛。對，有困難。來，咱就是線頂吼，咱的這個妮妮，嗨，嗨，因為你一次你嘛有參加到這個社員嘛，吼，是，你會當甲咱說明，咱這個還想陪你長大聯盟，咱的宗旨是啥物？其實咱就是一直咧為兒少，閣有少年，咱做少年較濟，然後開案是後來咱佇咧做少年的路頂拄到的，咱都想講，所有的囡仔攏應該愛互人保護，就是要被好好保護啦。所以我們就一直也在去推開案的修法倡議，然後還有國三割喉案的這個修法倡議這樣子。是。啊，所以恁主要，我先賣問你這案情吼，你想要修法是修倒一部法，還是要修什麼物件？之前凱案的話，我們修法是修刑法的286跟272之一，那都已經修法通過了，那就是當然就是兒少的部分凌虐致死，那我們就新增一個彈性上限，就是會有死刑的部分可以給法官去做審酌這樣子。這是這個部分嘛，吼。啊，對我給你請教一下吼，這頂頭有這個監管魂影像保存30天，吼，這托育機構強制裝設着監視器。那如果那親像開引導啊，這邊哪裝？這個話，因為一般來講，咱托育場合都是看保姆他的位置會在哪裡。像有的保姆他可能都會在客廳裡面，那也許就是裝在客廳的上方或者是一個位置，那你要可以看到小孩這樣子。那其實我知道很多人都對這個監視器很有疑慮，然後認為說是不是在針對居托中心還是在針對哪裡？其實並不是，我覺得這一個是雙向的保護，就是當家長有疑慮的時候，我們去調閱這個監視器畫面，我覺得它同時也是在保護我們，不管是保姆也好，還是在
保護孩子也好，它這是雙向的。那平常也不會有人去點開監視器看你在幹嘛，因為它是保留在雲端。好，這咱量後再來講吼，因為你本身嘛是社工。是。嘿，我要甲你請教吼，你對這擺恁同款是恁同行啊判刑2冬，你感覺是應該不應該，還是講完全不是應該不應該的問題？應該是安怎來思考這項代志？他的法律判決，我覺得我們尊重法院，但是其實我看到的是，在這件事情上，我們社工承擔的事情到底要到哪裡？因為就像剛剛後山講的，然後大家討論的，然後也有法律系，然後也有呂醫師講的。那對於我而言，我會認為他在某些地方確實他有他的疏失，或者是說他的不注意存在。因為對於像我這樣的社工而言，我看到孩子他受傷了，那或許第一次頭有淤青的時候，我不會去做通報，我會聽保姆說，那我判斷他在學走路的過程中撞到了，那或許是合理的、正常的。但是當第2次、第3次，然後牙齒掉了，這些事情發生的时候，我並不會全然的繼續相信保姆，我會去懷疑，那我可能就會去帶着孩子去醫院。我覺得這是很多社工，我這樣子問過之後，很多的一線社工都是這麼做的，所以我很意外的事情就是為什麼陳社工他們沒有想到要這麼做，或者是說沒有去這麼做。對，那我也很希望在這一件事情底下，我們每個人都要去做一些自我反思，在保護孩子，尤其是這麼小沒辦法去說自己發生什麼事情的孩子的時候，我們是不是本來就應該要做點什麼？對，就是去替他做點什麼，而不是像這樣子去一直去聽信我們所謂的網絡夥伴，或者是說網絡保姆，或者是這樣子的一個說法，就去做這種判斷，然後不去做通報。對，我覺得通報是一件不困難的事情啦。其實呀，我他做後山的意見是講，這都是社工孤身一個人的責任嗎？難道這個機構不應該負擔相當的這連帶甚至是監管的這責任？在你徛在社工的立場，你安怎來看這個整個體制？我這樣看下來，其實我們對於陳社工這一邊的話，我們其實一直都沒有太多的評論，反而是我們希望兒福聯盟他應該要去承擔起他們作為高層跟管理的責任。因為如果說你今天你只是把一個一線社工推上火線，然後讓他變成女巫，被所有凱凱戰士這樣子去燃燒，然後把大家的恨轉移到這個單一社工上，其實是很不公平的。因為我們很明顯的看到了嘛，你兒福聯盟可以接受口述的督導，然後你們在各督的時候，你們不需要提供訪視報告，甚至你們只要在沒薪前提出就可以了。那對於我們而言，我覺得我很難接受啊，因為我訪視完，我3天內、7天內我就會把報告完成，那我是什麼？對不對？所以我覺得兒福聯盟現在應該要做的是，你們的高層有沒有人需要被裁撤？那你們有沒有需要重組董事會？我們今天也有發表我們的訴求，我們訴求很清楚，我們就是不要兒福的高層把責任丟給一線社工承擔。兒福聯盟還有很多的孩子需要這一份資源去做支持，我們也還有很多一線的社工其實都很努力。那這些事情其實你推到一線社工身上一點都不公平。我們希望的是高層付出代價，我希望他們承擔責任，然後我們也希望衛福部要拿出他主責機關他應該要有的態度，去撐着我們社工，而不是大家都急着跟一線做切割。是，其實呀，麻煩你在線頂稍等一下吼，我一個法律意見要來請教咱李律師吼。律師，你有聽到社工吼，2位社工攏講到這個機構應該某種程度吼愛負擔責任啊，不管是刑事責任還是行政責任哦。咱目前在咱台灣的這中華民國法律裡面，應該是無任何的法條會當適用講你這個機構
因為看起來這擺這審判長是，找到這個連帶保證人，那個按落去，大家嘛意見真多啊，那麼這個法人機構咧，敢有法度？因為阮刑法就是，尤其看判決就知，伊是檢察官起訴的範圍就是看一個人有責任無啦。啊，督導制度怎麼樣做得好？這個行政上面的責任跟刑事法裡面在講的個人的這個責任是無同款的代誌啊。嘿，所以講大家督促兒盟做了更較好，是一件代誌嘛，真重要。但是陳社工這擺這個判決，嘿，他是因為特殊職務法人機構下，他是一個僱員，然後去承擔了這樣子的危險源監督的責任，變成有一個保證人地位。嘿，這個倒是覺得比較可能，法院判決上面也許二審上訴，如果有上訴的話，不一定說每個法院都會有一樣的想法啦。伊遮吼523吼，伊講。陳某某吼，雖辯稱其非主責社工云云，然查法規上對主責社工一詞本無明確定義，在不同社福單位對象對主責社工概念之理解亦有差異。今就形式上探討，陳某某是否該當主責社工，並無適宜。就是講，你即擺問我講，是毋是伊愛主要是責任？你唔對，我無要問這個，我無要看這個，我敢若講重點應該在實質認定，即個陳某某對着即個凱凱是毋是負有追蹤、托育、照顧、狀況之保護義務，保證人地位。嘿，你朱麒麟講的是迄自願承擔保護義務這路徑啦，其實這個比較大家有疑問之處，就是說，通常這樣子的保護型的保證人地位，它這個不會這樣子隔着一個其實是有惡意要隱瞞很多資訊的保姆嘛，就是他在講的是，比如說我是家長或是我是保姆，所以我對於我照顧的孩子，有一個保證人地位，這個是可以理解的啊。他的那個自願承擔，其實只是講的是說，不需要一定要簽那個保姆契約的情況下，我事實上承擔了這樣子的保護照顧的話，我有一個自願承擔的保護的保證人地位。對，那這個跟這個社工在本案中，其實判決裡頭，其實在最後新聞稿的後面第5頁的第5點以下，其實也有提到說，這個凱凱是在最後1個月的情況下，這個他的凌虐犯行，保姆凌虐犯行是有升級的，就特別嚴重在最後1個月。剛剛呂律師也有提到，就是其實不一定，但是法院的有的較好啊，有的傷是較好啊，但是。起碼就是我是最後的時候才看到，那當然你只能看到1個月內的。對，但法院的判決不知道。對啊，法院的判決是這樣。他只能依照那個啦。對。那所以說，社工是1個月去訪視1次的情況下，他可能11月20最後1次去到。那跟我們在想象的那個自願承擔保護保證人地位，是不是跟保姆還是有一個差距在這樣子？對，這個是大家可能會，也許接下來案件也不是1審就確定，他2審、3審也許會有可以觀察的地方。如果咱來跳脫這個案件吼，李律師你的意見是兩後因這社工是要大家是要安怎好好啊做代志，法律責任應該安怎明確，是講要起進前大家來吼。要該簽的簽的吼，莫簽你就開路那賽，你家己個人轉去。因為阮是剛剛講，他這個在建構自願承擔保證人地位這一個段落，現在目前只有在新聞稿裡面只有一小段而已。但看起來是說，社工跟社工之間有一個分工的共識。也沒有契約，也沒有書面，分工的共識就形成了。對，那我想社工界也許會需要更明確一點，大家在權責上面，然後分工上，也許未來都會變得有一些大家基於防衛想要寫下來的。貼了哦，來友善。就跟剛剛李律師講的一樣啦，就是我們以後真的就是會很擔心這樣的事情，那個保證
保證人地位哦，就是附在我們每一個社工的身上這樣子。嘿，对，那我也重述再講一遍，就是這樣的過程哦，我們真的會很害怕。像今天我跟很多社工可能也有一些稍微的玩笑話，例如就是有社工負責租房子給我們的服務對象。如果這個服務對象在這個租房子的過程裡面，他在房子裡面摔倒了、摔跤了，然後不幸死亡了，那這樣會不會我們也會有保證人地位？這個租房子會不會也有這樣子？就大家都會很擔心這些。應該講，阮進前看到的案例是，若是我是老人領域的社工，社工嘛是真濟做老人的領域嘛，老人家在個管的期間，也許被轉介到養護中心。養護中心裡頭，老人家有很多，比如說生病啊，然後或是自己健康狀況也好，或是各種照顧的狀況也好，可能惡化或是死亡。後來，社工被告的情況，其實目前都也還沒有看過，或是說聽過說後來被起訴的。所以就通常這種情況，不是有沒有保證人地位的問題，而是他也會離因果關係太遠。所以他的那個過失責任會被阻斷，就是有很多事情會導致一個人可能死亡嘛。那社工作為一個前面有一些資訊，然後也有一些安排的人，他不一定就是全部都會導向說，那一路就是綠燈，那我只要有保證人地位，那我就一定有因果關係，或是我就一定就是對於死亡的結果會有預見可能性。因為比如說像最後1個月，凱凱的傷勢變得比較嚴重。可是11月20號以前，這個陳社工還有去訪視的時候，他如何的哪些資訊、哪些狀況，其實是可以對於死亡的結果有預見可能性。目前判決的摘要還看不出來，對，就是還有一點太簡略了，就是不太有辦法核對出最後。嘿嘿，不知講是不是？當講11月20以前哪些的行為是其實是構成那個有預見可能性的判斷，嘿嘿嘿，但這個要看判決全文啦。只是說回應剛剛後三這個擔心，比較是說法律雖然有可能還是會對保證人地位有一些判斷，但是不是每一件都會構成過失致死，是因為它中間還有其他的要件。我必須要去對問你一項代志，如果講你若去輔導個案，這個個案就是你本身你就要負責，你頂頭有一個頂司來甲你問講這麼安怎，伊頂頭還佫有啦，但是我相信在這個科展制度之下，佫頂頭迄個人可能就是問講有代志無，就問有啊無，就過去啊。如果若是安尼，那麼你要怪兒童或兒聯名無注意，應注意無注意，這嘛真困難啊！這個督察，加是你甲這個督察去拗出來講，好，這個歹糖，這個督察應該個，可這個機構，這是制度性的安排咯。對哦。我本來想要補充了，就是說這個制度性的時候，除了兒盟以外，其實我也有看到是國家的政策它不完整。其實我們會看到的是說，其實像這樣的孩子不應該被出養的，我們應該要好好的把他留在原生的家庭裡面。為什麼我們的國家做不到把他留在原生家庭裡面？這件事情也要去思考，不能只有放在小孩或不能只放在社工或者是機構上面。其實這個機構承擔了很多的這個社會政策沒有做好的事情。所以他們才變成他們來承擔這樣的事，但是我們在這個時候看到很多的時候是這個國家為什麼沒有辦法把小孩好好留在家庭裡面？類似像是說他本來呢想要有一些補助給周保姆繼續照顧，但是國家就沒有這樣的資源讓他有這樣的經費。補助給這樣的孩子，補助給這樣的家庭裡面，如果可以讓他有這樣的補助的話，那凱凱呢，或這個小孩就可以繼續留在家庭。我這個只是舉其中一個案例而已。其實還有更多的案例，就是說，其實我們應該要看到的是說，做收出養這件事情是非不得已最後的手段。那為什麼會讓他留到非不得已最後的手段？我們的國家少做了什麼事情，然後才讓兒盟接手做這樣的事？我們
要看到這樣的過程。這上尾一輪哦，我會問四位啦吼，就是講咱國家的這個政府應該做到什麼範圍？是到這為止，國家不應該介入。就算講你個人的家庭如此這般，我嘛袂當安尼，因為我是一人對你正人，吼。啊，這就是講左派政府甲右派政府的差別啦，吼。這小等咱來講。不過我定下咧想着講，呂醫師恁的這個角色，在這整個尤其是兒童啦，吼，兒童的這個。不管是出樣啦，還是鑑定啦，創啥物，其實恁足無用的啊！哦，啊，定定攏是恁攏變做法醫啊？沒有，還好就不是全部都是法醫這樣。我們還是希望在看到孩子的時候有機會，應該還是希望看到一些問題跟傷勢，就奇怪的吼。那照顧袂使無好誒，阮都愛想辦法。看回照顧較好，所以這個就是這樣，就是如果真的看到傷勢、看到家庭有困難的時候，我們大概就要談。那台灣目前其實少子化超嚴重，但是兒虐的數量還是不停的增加。哦，那這個最大的問題就是我們的資源還不夠，老實講。所以一個是敏感度啦，哈。那陳社工我其實不曉得他到底知不知道那些是傷勢或虐待什麼哈。如果他知道，他是不是就？所以理論上我的期待，因為還沒看到細節報告了。如果報告出來，應該是他有看到說他哪裡有懷疑兒虐卻沒有通報，這個我是最想知道的，有沒有這個事？還是他從頭都是就是被騙到尾這樣子，都唔知，我唔知是真的假哦。那醫療我們也是這樣子哦，醫療其實。我們如果看到這個受虐的孩子的時候，我們只能有證據的東西說他是受虐，或是疑似受虐，我們就要開始通報啊，這個就會交給社工這樣。但是社工就要去把家庭弄清楚，然後我們醫療就會去把那個傷勢弄清楚。但是傷勢不是100%一定會知道是不是虐待，有些很清楚，我們就跟他講是虐待。我們講完了以後，家長也說哦，那是他打的啊，那打了以後怎麼樣？就叫他下次不要打，這樣不夠。因為他下次還是會再打，所以這個東西就是家庭支持，改變家人去對待孩子的方法，不要再用毆打的。現在還是很多人用打小孩哦，所以現在一個淤青，我們報過去以後，對不起社工說啊，不小心他就是盛怒之下，這個會爬起來那樣啊，以後的別啦別，他們就說就不會。呂醫師，你講你即擺患者裡面，這個出來有咱兒童咱叫患者哈，就是講。你的 case 裡面，還佫真濟人有咧拍囡仔，就這人在拍囡仔啊！我每天都會收到社工的照片，說這個是不是毆打的照片？那有的我就跟他講是，那很多都是家長講一大堆理由說他怎樣怎樣怎樣，然後我說小孩講的對，小孩真的是他就說他被打這樣子，大小孩小孩就不會講，像凱凱這種都不會講。那現在的問題就是。我們甚至還有一個法律是民法1085條，父母得以那個懲戒其子女，還在耶，這個就是可以打小孩啊，我們有法律規定哦。啊，今嘛我你講，安尼教囡仔別使用拍啦，不要打，不要罵，啊別安怎，那就是要教，要正向教養，用各種好的方式。這個東西是要努力去改變社會的整個文化，不能容忍打小孩。但是拍誰？今嘛你如果隨便看一個什麼小群主的脆啊，還有人在研究用什麼東西打不會打斷他的那個棍子，對幾點吼，還賣迄棍啊較好用安尼啊，這種東西現在還在出現在我們的輿論裡面這樣，所以如果連這個東西都不改變，我覺得兒虐沒有辦法減少。所以第一個，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大家第一個敏感度提高，就真的有些怪怪的，我們就多觀察。所以有時候剛剛講不確定怎麼辦？不確定就多關心，多去看。我們以前遇過好幾個，就是社工一直看的時候，沒代誌，等到社工結案了以後，接下來就出事了，因為沒人在看。好，而且問題就是你看不看得懂？你有沒有敏感到這個東西是有問題、怪怪的？那就要訓練跟教育，把大家敏感度提高。愛警覺到這個有問題。出面隔壁愛給報，愛給報。基本上鄰里長攏無通報，但是他們都覺得，這個虐待這個有啊，攏知啊。社工去問的時候攏知啊，攏在考啊，好啊，幾啊年啊，攏安這，無人通報。
這是責任通報人員。所以其實我覺得我們整個社會跟政府，其實大家要一起来關心孩子，到底檢討。对，然後打一下這樣子是不 OK 的，用毆打的方法教不會孩子。真正孩子要會的方法，就是要讓他懂，讓他在情緒已經穩定的情況下尬後啦。你前面教得好，後面就不會出亂子，這個真的很重要。但是很辛苦，我知道很辛苦，所以家庭維繫跟支持的管道要強一點。哦，那如果他一直都是家長全部就要去，不一定家長，好像任何照顧者都一樣。我們現在也有遇過保姆，也有遇過幼兒園，幼兒園也有那個監視器啊。就我們就看到那個幼兒園某些不孝的這個教保員，他就把孩子抱到那個監視器的底下。好，但是你看他，你又看他过去哦，然後看到那些動作，你就知道他其實就在虐待他這樣子。這些東西還出現在我們社會，這個都需要改變。所以我希望凱凱很不幸發生這個事情的時候，是大家的警惕，我們不能這樣再對待小孩，沒錯，而且警覺性就要提高，有問題就多問。但是安妮下工都跳嘛。因為今晚哈，現在我很多通報以後，他們說那是一次的，沒關係，就不開案哦。啊，打一次比較沒關係，他說下次不會再打了。然後社工就看了半年了，看了多久了，弄不跑，那都結案就放回去了。然後他們有結案的那個結案還有一個統計數字要維持 KPI。你如果沒有結案的，還問你為什麼不結案這樣。但是有些孩子我們看起來是有問題，那個他們就會長期安置，跟那個最後走在安置的路途是不得已的，因為我們都希望可以讓家庭重整，可家庭有沒有足夠資源？我們基本上就發錢哦，你沒有錢就發一點錢，發錢不夠，家庭有很多照顧面、喘息面，還有支持托育面那些東西就要好，然後我們的支持跟托育的這個機構要照顧得好，不然我有一次。跟一個小兒科醫師講過一些這個兒虐案例以後，他說：“那對姐所在吼較安全，我被拖黑的孩子我就驚個死，安尼我的囡仔沒有人想要讓他的孩子被打這樣，所以我們從專業人員的這個照顧，不管是兒童的照顧的所有人都需要提高這個水準這樣，那這個東西永遠都可以更好這樣。”但是怎麼樣，至少把基本水平拉出來，我覺得這個還有很多人努力的。好，來，咱鎖定這個徐小姐哈，徐小姐哈，你聽盧醫師啊講真濟哈。就恁來講，不管你是社工的這立場也好，還是你大聯盟總召的這立場來看，社工的zan處應該首先要趕緊來做什麼代志，因為伊拍囡仔無咧經日子，吼。即擺每分每秒鐘不得靠都攏有啊！這盧醫師頂頭的這個相片足濟啦，應該馬上趕緊來做什麼工作？那是我的慣習是我的直接通報，因為其實之前大家有在討論說，社工或者是專業人員到底需不需要去做一個精準通報？但是因為坦白講，就像呂醫師講的，我其實我不懂兒虐，我看不懂兒虐，所以一旦我發現了這個孩子有一些跡象，然後是我不確定的時候，我就會進行通報，我就會希望是由兒保社工他們比較專業的人員過來去替我判斷這件事情它到底是不是構成兒虐。對，就像因為我服務的場域，我有少年，我有比較小的孩子。那他們被打的時候，他們會跟我講，那他們跟我講了，那我就可以很確定說，哦，那他就是被家長毆打或者是虐待，那我可以立馬的進行處遇。可是像凱凱這麼小的孩子，我沒辦法判斷，我不能確定就是家長跟我講的到底是不是事實，所以我就會直接去做一個通報，然後去請兒保社工還是什麼。但是這一個部分我又得講回我們的社會資源的部分了。就是我們的社會資源到底有沒有足夠的這些力量去支撐我們的兒保社工，支撐我們的家訪中心過來去做這些事情？對，因為我們的兒保社工，我們的保護社工其實一直都在減少，然後有些地方它甚至剩下1督1員，那就是一個督導一個社工，然後撐住這個縣市這樣子。那所以我覺得，其實啊，你講一個管區。是村一個社工，一督1員，一個督導，就是兒保啦，兒保社工這樣子。
所以這個是有的啊，这個是有的啊。那什麼一比多少案，我覺得那個都不用去講了，這個是有的啊。那我們之前我們有講過啊。你剛我跟人講什麼管區？我拍攝講呢。OK， 這是事實，而且今麥還在發生。這是事實，而且還在發生。對啊，我認識好多有正在發生，對。所以我想說的是，我們的社會到底有沒有重視我們社工現在缺乏的到底是什麼？如果你只是要獵巫，很簡單，我們把兒福聯盟架到火上烤，我們把陳社工架到火上烤，我們把所有不負責任的社工都架到火上烤，事情就解決了嗎？沒有，那種事情存在，因為我們想要繼續做的人，我們很無力，我們不知道該怎麼辦，因為體系已經快要撐不住了。如果大家真的在乎孩子，真的愛孩子，拜託你們看看制度內我們現在到底缺的是什麼？如果我們缺的是人力，我們要怎麼把這個人力補齊？如果我們缺的是專業，我們要怎麼樣的訓練可以把大家的專業敏感度拉起來？我覺得這是民眾要去重視的，因為你一旦沒有人重視，一旦你放我們這些社工孤軍奮戰，他們不會聽。他們不在乎社工的怒火，因為為什麼？因為就算我們講了，我今天這樣抱怨完啦，我晚上我還是會去把我的訪視報告寫完，明天乖乖交出去，然後明天我依然會去服務我的個案，因為我捨不得。我們就像醫療人員一樣，我們就像醫護人員一樣，我們卡在這裡，因為我捨不得我的孩子，就這樣而已。所以如果說大家真的愛孩子，拜託。我們一定要去監督你們的地方到底還有多少的保護社工，你們地方的資源到底夠不夠？真的，這很重要。這是其實我今天來這個節目，我很想要講的部分就是這個。如果我們真的愛孩子，我們的制度一定要提升，我們的人力一定要補齊。你要我們社工做到怎麼樣？你把人力比寫出來，然後再拿現在的人力比出來比對，我跟你講會很難看。呂醫師有要想我是想要接着再講這個話題，這樣哈，所以其實我們醫療也有遇到一段時間那個很多的醫療糾紛，跟動不動醫療就宣布上這個部分，我們覺得一個很重要就是品質掌控。所以我們醫療花了很多時間在談醫療品質怎麼樣拉起來哦，所以醫療品質拉起來怎麼拉？要有制度，要有那個。所以其實中間在整個審判中間有提到一個東西，就是應注意、能注意而未注意。所以什麼叫應注意、能注意？要做到哪裡？什麼是應該要注意的事情？愛情臭，你就要讓新的人一進來，我就知道這些東西就是我要注意的。可是老實講，現在可能是大家手把手，然後這個受傷有各式各樣啊，有啊，已經這樣，還有 KPI， 還有開案率，還有再通報率，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講你愛注意什麼，應注意為能注意的是什麼，愛講我清楚，那你就讓願意照顧孩子、願意為孩子打拼的這些社工有所依循。所以他就知道，所以我一直很想期待看到法律裡面說哪些東西是應注意、能注意，而他未注意的東西啊，這個全部都要加進去，就要訓練。讓問題是誰會？兒保社工會就好嗎？收出養社工要不要會？老人社工有老人保護啊，老人保護難道老人打死沒有關係嗎？當然也很重要啊，誰要關心這個議題？我的期待是這些品質剛好是一個很好的機會，真正我們不要看那些不重要的 KPI。要看這些品質的 KPI 在哪裡，所以你是不是多少的傷勢，多少再通報案的案件裡面，你有沒有把它升高它的等級？說，哎呦，孩子又被打嘍，哎，有的說啊又被打了，那我在收案，那有什麼關係嗎？不行，有關係，因為哪一次他會可能打死你不知道，這才超重要。這樣，我有一個客氣，就是講到醫生，嘿，阮啊都辦有迄論壇。王黃玉老師就講，就是20年前，他就是協助非常多醫生們討論說，我麻醉科醫師、外科醫師，如果一場手術有人過世了，被告過失致死，到底是誰的問題？那其實，在這種專業跟專業合作的過程中，就是我們法律上面還有很多名詞，什麼信賴原則、容許信賴原則，這些其實都是20年前醫界已經經歷過這些，就是。現在社工可能第一次經歷嘛，可是必須也要說，社工跟保姆都是
個別的專業、獨立的專業，所以這些專業之間怎麼合作，法律確實如何劃線，現在是一審而已，是會影響很大的，對。但是就是20年前醫界已經經歷過，然後現在社工在經歷。這錢對480億已經來到860億呢，你敢不感受到？我們沒有感受到，只有感受到壓力越來越高啦哈。我們之前有做一份那個压力的量問卷，有80%以上的社工是很有壓力的。真正福利攏無嘛，無夠恁落地啊嘛。福利只有薪水有漲一點點而已，一點點啦，一點點，那跟那個負責的比例根本不相稱啊。對，沒錯。啊，好，謝謝感謝。